今天看到你们公司能够正式成立，那么我想我心里觉得非常高兴。在中原大学大概前后从硕士到博士到现在大概8年的时间。那我自己在工作上，我大概20几年的工作，一直都走在企业管理的这条路上。顾问师其实是帮企业在分摊某一个程度的风险。我们希望借着科学的理论或者是实务上的经验、产业的特色，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企业组织一个风险管理的这个区块来做抉择。